关键字时前面加井字哈，然后在自己的频道的社群贴上去以后发布，你看就有超连接功能啊，点按就会出现了跟它有关的那个影片目录，这影片专辑啊。有外国的影片，那可能是凑巧了，就是说凑巧，它的 IKT 跟我们的 IKT 意思不一样，但是凑巧也是 IKT，也有可能是有关，也有可能是无关。没有了，人家没有用那个标题就没有。哦，你看 OBS 的7.6万部了，很多人都介绍 OBS 荧幕录影软体，优秀。分享嘉语的影片也很多。荧幕录影呢，也可以用来做直播。